这个在地人在地情来讲，国史馆台湾文献馆为了推广怀旧的风情甲历史的记忆，特别邀请南投国史馆的馆长梁志忠举办古早台湾民俗文物的特展。电视机音响、海报、气氛真富古早味，还有规排的红仔册，你看过几本？每一件展览的收藏品，拢充满时代感和生活记忆。 和老一辈的民众拢想起古早时回忆，有一些就是小时候没有经历过的事情，然后现在再看到就觉得很新奇。正下你看老唱片，虽然音质无现代设备清楚，却承载真侪情感和怀念氛围。国史馆台湾文献馆这一边邀请南投国史馆的馆长梁志忠，伫咧馆内举办古早台湾民俗的文物特展。所以主要电视的这内容主要是要大家了解讲咱。 台湾古早的时代，大家生活困苦。展览时间到12月19，欢迎大家到国史馆台湾文献馆，同齐感受台湾早期的文化记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